张同，搁再来关心昨下晡1点钟，台北市信义区崇德街有人因为烧闪车伫咧冤家，其中一个查甫伊气甲伫大声骂，搁再闹因后生炸棍也冲出来，敢若要甲人拍款。对方已经赶紧走啊，爸仔囝2个人抑搁伫咧后壁热。该在民众报案了后，警察随赶到位，嘛甲这对爸仔囝带转去派出所。 两个阿伯徛伫巷仔口冤家正边个细只的阿伯一直喊讲要叫警察来，经过民众互冤家声音惊着叫是因要拍起来啊，赶紧摕手机来录影。 细只的阿伯愈讲愈大声，雄雄一个查甫人也棍仔走过来，对准另外一个细的阿伯，准备要甲讲落，民众才赶紧报案，警方赶来一个问才知影，原来是发生行车纠纷。 警察过来，他们就走掉了。然后那一部，另外那一部有回来了，跟警察讲一讲就走掉了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崇德街双方会车厢拢唔退让，其中一个细只的阿伯打电话互因后生，讲对方真歹，后生想就无想，举一支棍仔走出来，要甲对方讲，爸仔囝2个人对细黄的阿伯大细声，细黄的阿伯尾啊，干会当赶紧走。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报案，警方赶来就随甲双方拢带转去派出所，爱因好好反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